加油啊！S 型的哦，哎来，过来。哎呦，哎呦，敢若真在哦。哎呦，搁一个，搁一个，来，要过来，哦，过来。来，来，设定来。哎，无遐简单哦。坚持哦。哎呦，真在哦。安尼搭一下。哎呦，要过来。好佳哉，总算是结束啊！啊，小朋友来遮！我甲你讲哦，今仔日咱做伙来提包装。队长，我刚出新的图啊，你好啊，安怎样？今日哦，我们来提包装啦。好，去提包装哦。哦，阮真无闲呢。啊是讲我拄则看恁敢若咧骑脚踏车是安怎？对啊。阮是咧练哦，脚踏车的科教，因为我前几工有看一个学校咧举办这个科教的活动。阮小琴。因为常常爱上花去买东买西，阮咧家己练习。哦，这需要。是讲阮小朋友来到现场啊，无，阮来体验一下。这是无法简单的啦。无这简单，你确定？我甲恁讲，这考这个脚踏车的驾照吼，伊是爱有路考，啊，还有笔试。路考是要直行直线，你爱骑15秒，骑10公尺。啊，还爱骑头先去骑 S 型啊。啊，因为阮迄个船仔顶哦，迄个场所较无遐宽，阮就先练 S 型。啊，你真正要试？要试啊！啊，要试先报名。好，先报名。小朋友，咱看团号前，大声讲出咱是什么队？我是苗栗明星大团。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你是？我是英吉，我是阿伟，我是碧雄，我是阿宝。阿宝啊，四位小朋友，安尼哦，想要试啊，想要代表。想想要，我。佩勇，你哦，你要出来，好来，安尼请出来，来哦，佩勇加油 ！S 型的考验，试看卖咧，来，老大来哦，足稳的呢。阿姨那遮紧啊，别过来！哎呦，好，是吧？咱给佩勇一个鼓声鼓励一下好不？过来，你感觉参与来感觉啥款？真难，真难的。啊，你感觉有啥物美感？要较慢，啊，还有无？爱冲伤紧。对，莫冲伤紧，嘿啦，爱去控制吼。嘿，来，路考过了，还有笔试啊，对。啊，恁来经过考验，恁若是真正对，啊，就互恁来挑战，好不好？第一个图，第一个标志，什么意思？路关会关，嘿，安尼对啦，路面有关起来。有当时你安尼骑，哎有安尼出一个出来，上坡，还是讲嘿，忽然间有较悬的所在，就爱特别注意。嘿啊，爬架是其中一种，吼。安尼算你有过关啦，来啊，第二个，这路关家无变，就是安尼，因为这个足明显的嘛，是。关起来，搁落耐落，关起来搁耐落。来看卖后一个，这是人甲起马做伙徛的，哎呦，啊，毋过爱先牛人先过。我先吹者，我安尼配用，伊当讲是路考甲笔试拢过啊。过关，过关，好啦，既然拢过啊，啊，毋过有一寡观念嘛，是要恁知影，咱骑铁马。就甲驾驶同款，唔管你是开车赛车，咱就因的观念就爱甲迄规个交通的安全一模一样，安尼了解无？了解。啊，尤其是若是有慢车道，还是无慢车道，恁拢爱挖倒一边骑。正边。好，讲会到，做会到，我得互恁来挑战。准备接招，天来甲！台语上练档，恁仔顶的两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。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，伫因跋落来进前看又题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答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，我保证恁就摕袂走啊！头先一个无说字哦，我就甲阮里来小朋友做话讲的。讲起来啊！因为我讲到食的。哎。哈，阮里市场迄搭什么？秒杀鸡，迄个鸡肉鸡，鸡肉鸡，口食加落去汁会喷出来迄种，真正的。
啊，恁两位有啥物要推荐恁迄落碗里的好料的无？我感觉虾米拢最好食。啥物拢做好食的啊，好喙斗啊，哦，足够食的啦吼。好，安尼要来甲恁考验吗？好，食的讲煞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听来卡，来，来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鸡会生虾米？鸡会生虾米？鸡啊，鸡呢？鸡呢？不是，两卡。哎呀对，对。几个字？两个字会当放物件，会当放黏起来。哇，大。几个字？两个字，食糜的用到啥？会配啥？食糜的配啥？对。几个字？哎呦，bonus 出来啊 ，bonus 出来啊！你话要人讲会讲啥？甲大家拍招呼。头一句话。啊，你讲到大家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哈哈哈。几个字？爱困爱食。你。哎呦，几个字？两个字。干嘛笑的？一张水果。干嘛先？干嘛这个？哎呦，几个字？几厉害两个呢？字。甲别人介绍家己的时阵会互人啥？咪屁。哎呦，两个字。会当夹物件。会当安怎？有对吧？会当对半。对半。会当物件。水。不要加多少茶？几个字？三。冬天会食的。冬天会食的。三个字。冬天会食。冬有名的。牛马路。牛马路对。来，几个字？什么事？阮逐工拢会。大家拢会安怎？大家拢会安怎？大家拢安怎？好，来，出来复习者。哼哼，bonus 无摕到，因为直接讲到大家。哦，通常大家好，要安怎来形容咧？头先有讲到，是毋是拍招呼？对。拍招呼的第一句啊，大家好是上普遍的嘛。嘿是。应该是讲要介绍家己的时阵。对，也是演讲的时阵呐，上台的时阵呐。敢若拢讲煞，差不多是安尼啦。后一题头先恁拢无法度形容到，放尿要安怎讲？去便所。去便所。恁在另外会去便所创啥？对啊，一样的。会使，安尼用的。八题，通摕2块大片来，请摕。去摕，两块好，来，赶快要搭一个倒位拢会用着哦。两题，搁摕一题。搁一题，搁一题。就可以摕2题哦。好，来，这个所在。机械甲轮班。大位。会当说哦，对啊，下面来吃。好，第一关摕着2块大片，所来准备接招，听来ca。总讲一句，2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厝的，另外2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，伫网啊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宝藏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好，人心乐团吼，会叫乐团一定有真厉害的乐器。是。你是学什么乐器的？爵士鼓、帕哦，鼓、就是咱的爵士鼓，还是讲咱的西乐鼓？ disco、啊，敢有别项乐器？吉他、哦，吉他，弹吉他。吉他、啊，你主要你感觉你较厉害的部分是哪一种乐器？爵士鼓、哦，西西乐鼓，你念一解。西乐鼓。啊，宝佑，我有一个疑问啊，因为头一直你念你的名，感觉讲哇，敢若有去用保庇佑的感觉。伊的名足出你的名有啥物由来无？出生的时阵是妈祖婆的生日。哎妈祖婆的呦，生日甲啊！林小姐共一工。旧历3月23，刚刚哦，哇，安尼真好听。对啊，真好听嘞，够有意思。力量的感觉。好了赞，甲大家庇佑。啊，毋过伊毋知影有甲恁庇佑讲有法度得到宝藏无？加油！哦，这就要靠恁家己啊，靠恁家己啊！来，请一位，加油哦！赢来噶！来，开始。开始啊！手较悬的啊哈，手较悬的啊，即摆会当轻轻啊，轻轻啊，较轻的。好，过头。较轻的，较轻的。要到啊！迄个是阮阿总。阿祖，阿祖，请讲。什么恐惊什么？
你若搁唔写功课，恐惊明仔载互老师骂。哦，好一个，阿花啦，快乐加油哦！加油，哎，速啊！哎呦，袂使甲我拍着哦，啊，加油，来，弟弟啊！你甲拍着伊会爆炸哦。爆炸！你的手气。对，来，两个来，加。请讲。叫我是甲西瓜，西瓜唔是车是。啊，对对水对。跳，哎，足紧的咧，有可能第四题啦。坚持哦。哎，啊，较大啦，弟弟啊，可以较歪，较我较开始轻哦。保佑足强的咧。嘿嘿，哎呀，哈哈。加油，够有时间。有，卡有机会哈。我小朋友来加。来，请讲。安怎？这个安怎？我先写功课，才搁洗浴。洗裤啊，哦，爸爸无爸只会合作。洗浴啊，伊头先讲洗浴啊，啊，听袂清楚。来，卡掉。要去倒，要去倒。差一点，够有机会。记住那嘛啊。袂当哦。伤大那嘛袂当就哦。无简单呢。我感觉也是会咱们做较大。嘿啊，四个票啊。四个飘拢啊。 4、3、2、1，小到。朋友来加。恐惊安怎恐惊安怎？你若无要写哩恐惊的吼，妈妈拍。啊，对哦，这嘛是一种哦，妈妈有咧讲。因为后壁会接你惊吓的代志，对不？你无安怎就会有啥物后果？对。好来，后一题，先安怎，再搁安怎，伊是有顺序的。有啥物试看卖无？我先食早顿，才搁去学校。哎，会用的哦。好，真好。唉，三题，2块大片，请摕。阿宝啊，保佑啊！提上咧，应该跟妈祖有关系吧？哎呀，应该跟妈祖有关系妈吧？祖的。啊，搁一只。哎呀，恁客母啊，一直甲你暗示你。你肯定有啉。要到倒位？这高水的呢。选择好哦。好，再来。啊，倒较好的，歪歪。要洗吧？你再甲我甲你瞧好。来。哦。来。挺好吗？来，来，好啦，哇，已经摕4块大片啊是的。来到上尾关，准备接招，迎来噶！选你无唔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探险队，我就要来看卖恁有偌高选。今仔日要带大家去高雄的蛤蟆星参观一下，因为这个所在真重要。伫个过去是咱海运，啊，搁有咱的铁路运输真重要的所在。咱就做伙来看卖啊，咱蛤蟆星的港口文化。今日来到这个所在啊，是高雄。身为一个高雄人啊，一定要甲恁讲一个我最介意的所在，就是咱的博二。博二这个所在啊，拜六礼拜有市集，搁有一寡表演的活动，而且啊，伊的旧地名叫做蛤蟆星。蛤蟆星啊，伊其实就是为日语的兵线翻过来的。啊，蛤蟆星这个所在啊，其实对咱高雄的发展有真大的意义哦。是安怎咧？就互我这个非常的一缕花，带你来去看卖影咧。是安怎？咱遮附近明明就是港口，啊，毋过煞有看到足侪铁基路安尼。其实就是日本时代，因为咱遮有港口，有铁基路，所以咱的货拢会搬来遮个仓库来遮坑。我敢会当接问一下是啥物货？米够糖。哦，所以这个铁基路就等于是为甲港口佮有市区做一个连接，就是物件要送出，就是拢透过这个铁基路安尼。哇，泽哥，我甲你讲，头拄我要把安尼啊设真了啊，我真正有惊到呢。但是这是我第一道看到规模遮尔大的迄种铁基路的模型安尼，所以我就想要甲你借问看卖，咱这安尼，敢是规台湾的迄个铁基路拢有伫咧内底？其实咱这个馆啊，伊内底火车是EB87 HO 过的火车，啊，伊其实就是介绍咱规个台湾，所以咱看到咱后壁这就是咱高雄、嘉告、
啊，所以咱就是为大高开始，然后坐咱的模型火车呢，会当一直来驶咱规个台湾。像咱这会当看到咱的嘉义阿里山，然后有咱的中华的扇形车库，然后到台东的热气球，云林的妈祖庙的庙会，还有咱的东港的消防船，嘛有伫咱的模型馆内底哦。今仔日啦，咱看这个铁枝路，我要甲大家考考卖的哦。恁敢知影对一个甲铁枝路佮有火车有关的知识是正确的？第一，铁枝路顶悬的石头有排水的功能。第二，火车爱用hand导路来控制方向。恁敢知影倒一个是正确的呢？哦，倒一个才是正确的。排水还是hand导路？我看过排水的，我刚刚看啊。恁敢有看过人咧驶火车？有啊。啊，驶火车是用啥物驶？敢是用hand导路驶？hand导路。是用，我看用力的。哎呦，我以为是讲用力的哦。用力的，是用力的，我有看。排水。好，到底铁枝路的石头敢是摕来排水的？敢安尼？聊好哦，皇后哦。排水。好，到底铁枝路的石头敢是摕来排水的？敢安尼？聊好哦，皇后哦。啊，你这样欢喜，你欢喜啥？困难的，难呢。我嘛唔知啦。好啦，啊其真正伊就是来排水的，因为咱石头虽然量足济，啊毋过伊袂足歹的嘛，伊一定有石头的芳，所以水若是济，雨水济的时阵，伊嘛拢会透过迄芳流出去，就袂积做火，袂积做火就较安全。啊，你若是真正要控制方向，嘛毋是真正靠hand导路，伊是咱以前有一个叫分道盘，分道盘就是讲你要去即个向，伊就会刷过遐。哦，分道盘就做咱过去。边仔有一支，就一支，敢若咧煞嘿。以前若看电影有当时啊，火车要来，紧紧。哦，但是即摆拢自动的。咱做伙来看后一题。蛤蟆先生啊，除了咱头拄仔看迄个铁枝路文化，佮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港口文化，就是大鱼旗哦。听讲啊，内底有一个足厉害的老师，今日咱来去甲伊请教一下。我想要甲老师借问看卖，就是是安怎咱讲大鱼旗对咱的港口文化是一个足重要的物件。是因为吼，伫咱港口啊是渔船上济对无？啊，所以伊就是咧祝福咱渔船会当出港的时阵，拢会当行满载。所以伊除了叫做满载旗了，伊嘛叫做顺风旗，也是叫做净水旗。伊就是尊家伊的亲朋好友的送伊。啊，伊挂愈济咧，就代表伊的人缘愈好啊。所以为日本时代到今的迄个鱼旗，其实拢生做差不多。无啥共，伊制作的方式无共。嘿，早期是用糯米糊啊，啊，阮会甲煮较高的吼，啊，佮加着迄个醋糠，啊，伊就是放咧内底了去画迄个线，画了伊等这个糯米互打，打了咱可以当食色，啊，佮落去做后壁的工课吼。毋讲咧，因为咱后来咱的船只愈做愈济，所以就改做芒仔帮的落去印，也是讲咱近期就是拢用电脑落去做啦。嘿，所以阮的团队就是要甲这个文化佮甲找回来。但个旗仔的色啊、色水啊，佮有伊的图，其实拢无啥相像。我想要借问一下，就是迄个图无共，敢是有啥物意思？伫咱旗仔顶悬看到咧，台湾较定看到就是旗鱼，无就是咱的土路。其实呢，伫日本定看到就是迄个鲷鱼。系，因为色水就是红红啊，足喜气的安尼对无？啊，伊的发音呢就像泰，啊嘛是伫日文内底含幸福啦，是恭喜祝福的这个意。嘿，嘛伊会掠迄个音啊咧，就是送祝福互大家。嘿。老师，我头拄佫有发现迄个迄旗啊，其实有诶，佫有写一寡字，就是我想要问看卖迄字甲图敢是共款拢有意思诶。有咱的迄个旗仔顶悬者，通常你会看到大鱼，吼，啊，你会看到迄个鱼，迄个鱼，迄个鱼吼，有3点水，对呢。因为你若无3点水，你看起来是毋是就是一只大只的鱼啊？对。嘿，咱毋是干那要掠一只大只的鱼啊尔，所以咱要掠足侪鱼啊，要很多大的渔获安尼，所以伊会写用安尼的字来呈现。啊，搁有咧，你会看到咱出现满载，迄个载就是
像喺边仔个加一个人字旁。嘿，对，伊是希望呢处理了除了渔获丰收满载以外，人嘛爱平安的甲咱载回来。哦，原来这字背后有这么侪足深的意思。但是你拄仔咧有看到咱机仔顶悬有足侪海洋的动物对无？你要约看卖无？咱什么动物呢？是伫咱日本的机仔顶悬常常看到，毋讲伫咱台湾的机器顶悬呢，其实基本上拢袂出现的。未出现。对，因为有歹计调迄个感觉。到底是虾啊，还是龟？对一个出现伫台湾的鱼机顶悬会有歹计调的意思咧？什么动物出现伫个鱼机啊顶悬是歹结条的意思？是吗？虾啊还是龟？想看麦？我感觉是牛咧。你感觉是龟？为什么呢？你有听过什么龟无？讲牛，讲龟，讲牛啊，讲牛，哎呦，讲龟啊！确定是龟啊？确定。哦，咁安尼？对啦，是龟啦。无唔对啊，就是足惊讲句的。也无啦。啊，搁有一只动物是袂出现伫咱台湾的鱼机的，是啥物？就是鹤。鹤，好，因为四鹤，四号。迄拢是一寡歹结条，啊，慢，所以安尼了解吼。了解。隆重钓钓两地，两地。通啊摕两地大片来，请摕。对，好，想要去摕，哦，你要摕哦。想要去摕，想要去摕，来，摕者摕者。你想要摕哈？啊，去这里。你提啥嘞？好，小兵来家，最后大家。文班一样的呀哈。甲背哦。大起你哦。没打到位，差一个吧。阿哥嘞？好，那一样的哈。小兵来好家。，摕到两地大片啊，看起来敢若真有机会，干嘛咧？来有型来噶！来哦，摕宝藏哦，敢摕到？佩勇，你代表是毋是？是。有想要耍位无？无哦。哦，好，手甲扛起你。到底敢摕到宝藏咧？加油哦！请喂！嘿！哎呀！班长，公水你上去哦！你相机，好啦，真好。大家，来，卖笔，天气，几个人，嘴会海拢要落出来啊！有介意无？我袂记我笑啊。对啊，你上的这足够水哦。继续讲台语，就有机会摕到真好的宝藏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道理讲台语。好了，再会啦，我无会呢，宝藏。再会。那被人好啊。我袂落啊，用你的画笔的